来乡亲啊，这个鱼白哦，即摆当咧大出。台中太平是主要的产区，今年天气稳定，雨水充足，鱼白是大粒巴甜，芳甜是真好食，所以真好价哦，一斤通啊卖到220块，比去年是起20块。一喙加落巴甜阁厚接，目前正是鱼白大出的时。太平区是台中鱼白主要的产区，在地面积差不多有300公顷。因为地形较特殊，和太平鱼白滋味加真好。鱼白哈，真的不能叫南风吹掉，它因为有一个稍微一个谷地啦，所以它受到那个南风吹掉的机会较少。这鱼白要30年的农友表示讲，今年虽然收口受到寒流的影响，鱼白产量有较少，不过平均的天气算是稳定，加上雨水有够，加真大粒。鱼白就是大红，才会好食。啊，你若讲日头赤赢迄吼，比种硬下红，迄就较无好食。太平农会表示讲，今年鱼白产量较少，加上成本起价等等的因素，介绍一斤差不多是22，比去年起差不多20块。咱乡亲若要食好食鱼白，伫3、4月份当着时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